廉政公署話你知，提名要謹慎，利益切勿貪。近日傳成熱話，一定係9月份舉行嘅立法會選舉，而家正處於組成提名委員會嘅階段，有咩要注意？收錢投票係賄選是常識吧？但就算未去到投票階段，好似而家咁，正處於組成提名委員會嘅時期，如果有人俾啲着數你，好似超值旅遊、免費餐飲，甚至只係發個電子紅包俾你，企圖用嚟換取你嘅身份資料同埋喺提名表上邊簽名，令你成為提名委員會成員等等，都屬於賄選嘅行為，大家一定要拒絕。根據立法會選舉法嘅規定，親自或透過他人提供或承諾提供利益，以使自然人或法人按其意向組成或唔組成提名委員會，便構成賄選罪，可被判處1年至5年徒刑。而索取或接受利益而去簽名成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嘅話，亦可被判處最高3年徒刑㗎。另外，立法會選舉法亦新增規定，每名選民只可簽名成為一個提名委員會嘅成員。如果重複簽名成為一個以上提名委員會嘅成員時，其簽名均屬無效。遇賄選莫猶豫，即刻打廉政公署24小時選舉投訴熱線28997733，又或者透過網上投訴平台向廉政公署舉報啊！